啲槍入唔入去？好彩你入咗一個房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爬，快啲！因為冇人，我即仲有一鋪去玩嘅，唔緊要啦。係好快啲僵屍嚟啊！一鋪就因為短啊，所以可能不過驚，因為又超過15分鐘，但係又可能YouTube 又唔俾上載，所以呢一鋪就暫時。